班班有冷气这样的一个工程呢，包含3个部分。那第一个部分呢，当然就是电力系统的改善。那第二个部分呢，就冷气的装置。那第3个部分呢，就是能源管理系统，简称 EMS， 来控管整个学校它的一个电力的使用。我们的整个电力系统的这个改善，在新设的部分，在去年底我们整个都已经完工。那冷气的装置呢，也在去年底呢整个装置完成。接下来我们包括这个 EMS 的装置呢，那么也在2月份呢这整个装置完成。所以包含冷气，还有呢 EMS， 它需要去做测试。那我们第1阶段的测试呢，也已经都完成。早期的粉笔，你看我们老师都一边擦黑板，一边要做这个动作，就是会有灰尘。我们将来吹冷气的时候，在一个密闭空间，它会浇出我们的粉笔灰的，伤害我们孩子的肺部的健康，还有老师的健康。那这种水溶性的水擦粉笔呢，它很特别的是，它要用抹布沾水去擦拭黑板，它擦完黑板还是湿的。但是粉笔可以马上继续写，而且它的显色度跟书写的流利性都非常的好，所以在将来冷气开放使用的时候，在密闭空间里面，老师在擦黑板的过程中都不会产生任何的粉尘。他写完之后呢，可以直接用沾水的那个板擦把它擦掉，然后再立刻写上去，而且我们在擦的时候完全是没有粉尘。掌握施政3分钟，台南进步向前冲。班有冷气，院长的一个给全国所有的中小学生一个好的礼物，这点我们很开心啊。但是冷气不是说去买一台冷气在教室里装就好了，就如同我们要自来水，不是买一个自来水水龙头，墙壁一插就有自来水，中间有多少管线工程，中间有多少的配电工程，这中间尤其学校是一个大的团体哦，那我们家户去买冷气都要去重新把那110变成220了哈，那更何况是整个学校的一个大的电力供应系统，所以不管是电力管理系统或是配电，整个都要重新弄，绝对不是只是买冷气而已。现在的情形已经布建的差不多了哈，已经设置了差不多了。那现在正在处在测试的阶段，冷气测试能源管理系统 EMS 也在测试中哦。那目前初步测试的状况是还好。那还有一个配合班班有冷气的部分哈，我们是有水擦粉笔。什么叫水擦粉笔？以前的报纸以前的黑板擦一下都会有粉尘，好，那在密闭空间里面，冷气一开，那粉尘都跑不掉，对孩子的这个肺部不是很好。那所以说，我们现在用水擦粉笔，就是不会产生粉笔屑的这个黑板。那这样是配合班班有冷气，在冷气房里面用安全干净的这个粉笔跟黑板来保障老师跟同学的健康。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刘品言，欢迎收看4月29号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台南市会定期会上午由警察局业务报告甲质询。台南市去年死亡的车祸拢总是159件，造成167个人过身，而且前3季每10万人的死伤人数是6都排名第1。对此，议员关心咱市的交通执法。议员呼吁警察局要提出改善的办法，不是用隐藏式来开发。议员李宗翰以去年台南市的死亡车祸，每10万人的死伤人数6都排名第1，询问警察局长到底交通甲治安对一项较重要，并且要求局长伫交通执法的方面为家己来拍分数。针对容易肇事的路口，议员也建议应该提出改善的办法。你不是印象式来开罚单。对于你自己在交通的表现上，你自己给你自己几分？这个是市民乡亲给我的评价啊，我自己给自己，我认为还是你觉得自己表现得不够好，不敢替自己打分数？我个人认为我已经尽心尽力的在做，但是你尽心尽力在做，那我想请问一下，你在人力上跟预算上有调整吗？我们远景在同仁在执勤的时候，到底是针对易肇事路口，还是容易发生
他方便开单的路口来执行。局长，这个是鸡生蛋，蛋生鸡的问题。鸡生蛋，蛋生鸡的问题。听说，因为我们努力，听说有些远景每个月没有开罚单就会被记申诫，这是多久？没有，这完全我。那如果有呢，局长？如果有的话，我一定处分这个分局长。是了解，这是一件事情哈。第二点，我们针对易肇事路口，我们是希望它不要发生车祸，是还是希望远景躲躲藏藏，躲在招牌后面，躲在树干后面，躲在民众真的经过这台警车也好，经过三脚架才发现，原来那边有警察哦。请问局长，你们到底是想要什么目的？减少车祸，开罚单，选一个。我没有要求过远景隐藏式执法，而且我也是严格禁止隐藏式执法。是，我们要执法就光明正大。我今天不想要拿照片出来，拿照片出来到时候会很难堪。是，那我要追究分局长的责任。是。另外，针对远景酒驾、合法酒的事件，立委刘维英嘛要求警察局要严重来惩罚。局长表示，虽然饮酒并无违法的行为，但如果接受业者的交代，就有违反风纪的问题，严重者会记过2届，并且调整职务。台南新闻引根采访报道。台南市长黄惠铁因为27号因嘛唔甲确诊者共度用餐，目前咧进行3+4的居家隔离。台南市议员王家珍以感染比例15%计算，警察局大约是4300外的人，预计可能会有超过600人感染。警察局长上午坦承，目前有4个警员确诊，议员要求应该要做好防疫措施。议员王家珍以中央甲世界各国的统计资料，新冠疫情的染疫比例大约15%来计算，以警察局4300多名的员警，初步染疫的就超过600名。为了避免影响第一线的治安维护，议员嘛关心目前员警染疫的状况，并且要求警察局要做好防疫的措施。染疫的趴数、染疫的数字有吗？现在目前我们有确诊的个案。确诊的有，是给我们数字有多少确诊？目前我们确诊的个案是有这个在居家照护都是轻症的，有4位的。我想这个我们这个估算15%哦，这是我们已经早有估算出来，在我们内部会议我也很清楚的告诉我们内外勤主管，所以现在我们的要求就是减低我们的这个外面公共的生活，就是不要到处去参加那种饮宴什么之类了嘛，对不对？甚至于我们去健身房都要节制啊。这一部分是私领域的部分，但是公领域的部分，我们就是要做好分流、分组的一个上班。好，局长，还有每天的清消。除了关心员警的防疫，另外伫第一线警员的执勤准备，包括警车、密录器等，是毋是充足，需要来汰换。对此，警察局长嘛回应。密录器的部分已经完成采购，而警车的部分预计警用机车会新增加164台，而巡逻车有42台。台南新闻引根采访报道。为着要感谢第一线的防疫人员辛劳，议员蔡小薇甲知名的美食业者联手捐赠700粒的肉包，替大家加油，嘛希望大家继续努力，台湾一定会当渡过难关。台南起家美食业者因为感受这波疫情的严重，为了消停第一线防疫人员，特别送来一箱一箱的肉包，为来慰劳辛苦同仁。透过议员蔡小薇媒合，29号上午举办捐赠仪式，表达因小小心意。非常感谢我们台湾帮主完我们的郭老板，在这次捐赠出来的冷冻鲜肉包，要赠予给我们的卫生局的同仁。我们都知道这一次在疫情升温之时，我想大家都需要更加全力的防疫。那小薇在从
疫情开始以后到现在，其实服务处也媒合了许多我们民间的力量就是希望大家站在同一线，一起抗疫。那也希望说疫情可以早点退散，让大家恢复正常的生活。根据了解，去年3级警戒迄波疫情，也才伫67天已经外送4400份的餐点，予医疗单位甲警察人员。今年危机嘛，相信大家为防疫努力，台湾一定会当渡过难关。台南加油！台湾加油！台南加油！台湾加油！台南新闻顾文吉采访报道。谢谢。感谢做。咱休困一下，马上回来新闻现场。为着要提悬大家对儿童人权的重视，4月29号的上午，台南市副市长戴谦协同教育局长郑兴辉来到永和国小，参加儿童人权的公约宣导活动。活动现场透过甲学生的互动，倾听囡仔的心声，并共同来宣誓守护儿童的人权。台南市为着要建立友善儿童社区，每一档拢会举办真侪儿童相关活动，来推动本市的社会安全网。透过合作的机制，用无同的方式来保护儿童的人权，落实儿童的上大利益，莫互因受到任何的歧视，并鼓励爱勇敢来表达意见，维护因的生存发展权。举办这个活动最主要就是明天是国际尊重我们儿童人权的一个日子在放假日的前天前一天我们大家来举行这个活动，很重要的就像社会大众我们在座有很多媒体的前辈好朋友我们在这个台湾市的社会东方的这个社会里面父权的这个是相当这个被重视的父权的这个而且家长像我以前的时候爸爸妈妈供了要不都加上起来，我们挂在嘴巴上面的老师说，所以这个老师的地位在我们小时候的地位是非常非常崇高的这个家长讲的还不算老师说的就一定算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要提醒所有的这个我们社会的这个大众来重视我们小朋友的这个人权，小朋友的这个人权，整个世界都已经大家认定，从出生以后有了生命，我们要尊重生命所以。特当透过举办儿童权利公约的宣导，积极办理相关的演习，伫教育局行政人员到学校的老师等来推动全面的参与。透过办理活动，让经济家庭会当了解儿童的权利。活动现场嘛，透过副市长戴谦，也有教育局长郑兴辉，甲小朋友来做伙互动，并希望囡仔拢会当平安健康的快乐大汉。台南新闻刘品言采访报道。这2档的疫情，要甲大家拢真紧张。艺术家蒋勋特别以金光景的经文作为艺术创作的发想，希望会当为大众祈福。蒋勋的画展目前伫咧台南文化中心展出，欢迎大家会当前往参观。由市府文化局、蒋勋文化基金会、财团法人台南市合同文化艺术基金会共同主办，故宫馆协办的蒋勋还至本处画展。经过巡回展出，最后一场的展览伫台南市文化中心隆重登场。虽然蒋勋老师常常来台南演讲，不过却是伊的头一场书画创作展。这也予共同主办单位市府文化局以及合同文化艺术基金会，拢感觉到非常的荣幸甲欢喜。在台南文化中心听过老师演讲的人，其实真的是不少，但是看过老师展览的，我相信真的是不多。因为老师还不曾在台南文化中心展览过，就我所知所以这一次的展览，我觉得真的是非常的荣幸。那老师在去年疫情期间这样子的一个创作，那经过台东、台中、台北，听说台南是最后一站，我们真的是好幸福。感谢蒋勋老师能来台南与大家分享。
藉由老师的慈悲以及《金刚经》带来祥和稳定，期望疫情赶快平息，恢复往日生活作息。盼望这一次的活动呢，能让我们的生活时时充满怡然自若、宁静美好。这次展览总共展出4幅作品，分别是2幅油画以及2幅书法组成，以《金刚经》文内底还治本处作为创作发想，希望在疫情期间会当为民众带来平静和祈福，同时传达出归零的意涵。虽然昨天已经到1万多人确诊，可是我觉得整个的民间是平静的，就怎么去面对，怎么去度过，那就想到《金刚经》说“不惊、不怖、不畏”。我想《金刚经》传达的最重要的，可能是这3样东西，就是你自己不惊慌，你自己不害怕，你自己不畏惧，可能是面对外来的混乱最重要的一个部分。还治本处是什么？大概是归零，生活上的归零，生活上能够关心身边小小的事情，而不去做太无边无际的欲望追求。蒋勋还治本处画展，为即麦开始一直展到6月12号为止。配合画展，5月10号暗时7点半，在台南市文化中心演艺厅，嘛有蒋勋老师的演讲，讨论《金刚经》还治本处以及伊波丁议题。欢迎有兴趣的民众会当向文化中心，也就是合通文化艺术基金会索票入场。台南新闻张硕维采访报道。教育部主办的第2届海洋科普的绘本创作评选，台南市拢总有5间学校得奖。其中，溪洲国小、安平国中，也有永康国中分别拢得到特优。西门国小甲长滨国小嘛得到优等甲佳作。这摆成绩是全国上好，同时勉励爱继续甲海洋的教育自细汉就开始做起。台湾四面环海，所以海岸线嘛非常的长，并丰富的海洋资源各有特色。为着要呼应中央的向海致敬的政策，台南市对养殖企业、渔村文化、社区创新，各有学校的教育来全面推动，希望会当甲台南发展成一个永续生态的城市，海洋的产业繁华的海洋之都。这一次是有5个学校参加我们的海洋科普绘本比赛，这个成绩是全国第1名。那我们在这边也非常恭喜我们的学校有这么好的表现。那我特别分享几个学校他们拿到特优的事例哈。第一个是我们喜树国小，他们以传统的这个看钩的文化来呈现我们古代我们的一个老祖先捕鱼的智慧啦哈。那这个真的是算是我们传统以来的一个很好的文化。那希望能够传达的意向是，能够对于我们的海洋要做一些保育啊哈，不要过度的捕鱼，所以有这个看钩这样子的一个方式。那第2部分是我们的永康国中跟我们的大湾高中的部分，他们是以这个萨巴，我们在讲萨巴就是我们的虱目鱼这样子的一个算是传统我们台南市很重要的特产，来呈现我们的一个传统的小吃的部分。这也是我们在目前来讲像是我们在推动海洋教育里面讲的食鱼教育非常重要的一环。那另外还有一个学校是我们的永康国中啦哈，它是推动这个消波块的一个算是生态保育概念，来了解这个海洋消波块的影响。那我们知道海岸线台湾的海岸线其实是非常必须要注重跟着重的。那所以在我们的海洋里面有一块是在谈海岸侵蚀的部分。那透过消波块这个主题，会让大家了解怎么样做好这个海岸保护的工作。那希望我们未来我们有很多的学校，其实他们不见得一定是在海岸旁边的学校，可是一样推动海洋教育是非常不遗余力啊！让我们一起努力来守护海洋。这摆参加教育部主办的第2届海洋科普绘本的创作，台南市这摆分别由溪洲国小、安平国中、永康国中分别得到特优，另外西门国小得到优等，长滨国小嘛得到佳作，拢总得到5个奖项。这摆成绩当时嘛是全国上好，市长黄惠铁表达肯定，希望会当继续努力再创好佳绩。台南新闻刘品言采访报道。
为着要透过实物银行的方式来珍惜资源，进一步帮助有需要的弱势。台南市政府陆续配合社会机构来成立28号上午永康分行嘛正式揭牌，成为台南市第4个实物银行。社区老宝贝热情带动台南市第4个实物银行永康分行28号正式成立，会中包括市长黄伟哲、小局长陈延基、新马单位校务协进会以及这位议员顶面带龙岗见证重要。OK， 这3、2、1，请揭牌，欢迎台南市政府教育局实务干事长永康分行。过去这新兴企业团体，或是个人都会关注物品来送入市。不过现在成立实物银行以后，将所有爱心物资汇集，不管是食的还是上届实用的物品，都好需要入市家己来选择，将资源做上好的分配。市长黄伟哲会后嘛实地参观，而且将翠安上架，希望将照顾政策落实一间一间开，让民众方便来领。许多社会上比较弱势的人，他其实他需要的东西，有时候他需要跟我们想要给的是不一样的，所以透过实物银行的这样的一个部分，可以让物资得到最好的应用。不会说我们配给他，因为他放在他不需要啊，他放在家里。放到坏，放到久，变成垃圾又清出来，所以我真的很谢谢，我们项目协会能够有这样的一个机制，配合我们社会局的努力。看我们这个小小的校母协会，我们真正发挥了那个小校母的精神。虽然我们很小，但是我们为需要而做，为需要而存在。别人不做的我们做。政府甲民间合作，共同来服务弱势。从108年一直到今年3月为止，台南市成立5个爱心银行的实体店面，甲6位合作的分行，受帮助的总共有14万6700多人次。台南新闻古籍采访过的。谢谢。感谢收看4月29号的中港台南地方新闻，我是刘品言，咱再会。